坐擁九龍市中心最黃金位置，集齊極致雙鐵優勢、文化藝術樞紐同成熟時尚生活配套於一身。由華懋集團發展嘅全新住宅項目如意正式登場，為年輕專業人士、金融高管同投資客帶來夢幻上車機會。項目坐落喺佐敦德興街8號，合共提供164個單位，主打一房戶型，佔比高達72%，包括開放式同連儲密室，實用面積由274至468平方尺，完美切合單身人士、情侶、小型家庭同收租客嘅需要。另外設有15%特色單位，配備私人平台或者私人天台，為生活增添獨特專享感。交通方面，步行只需約1分鐘即達港鐵佐敦站，3分鐘到尖沙咀站，5分鐘車程更可輕鬆抵達西九龍高鐵站。雙鐵網絡貫通全港，上班、通勤、出差、旅行都極致便捷，真正做到出門即達全港。位置優勢無可比擬，毗鄰覺士道、傳統豪宅地段同國際級西九文化區、M+ 博物館、故宮文化博物館、藝術公園、星光大道、九龍木球會等文化藝術地標近在咫尺，讓你每日都浸浴喺藝術同時尚氛圍之中。同時緊鄰 ICC 圓方頂級商場、世界知名品牌、高端餐飲、國際超市一應俱全，周邊更雲集大量金融跨國企業總部，吸引無數高管同專業人士聚居，租務需求長期穩定，投資回報潛力非常突出。教育配套同樣出色，鄰近拔萃女書院、嘉諾撒聖瑪利書院等知名學府，家長無後顧之憂。作為九龍市中心罕有新盤供應，如意以極致交通、文化藝術氛圍同完善生活配套，無論自住定投資，都係年輕一代絕對不可錯過嘅置業焦點。